中國邊個地方嘅人最識揾錢啊？嗱，有3個地方嘅人呢係特別識揾錢嘅，人哋嘅心態同埋思維啊，確實係值得我哋去學習嘅。首先攞大家都熟悉嘅潮汕人嚟講先啦，潮汕人嘅生意經呢係家務勞動子，官衝就賀處理，意思就係家庭裏邊呢，如果冇一個出去拼搏嘅人呢，咁成個家族啊都好難翻身嘅。第二句話呢就負重升斗起啦，拼恩就氣小錢，意思就係話睇唔起小錢嘅人，你點樣去揾到大錢啊？最後都係大家熟悉嗰句潮汕名言啊，最窮就唔打工，最肚餓都唔要飯，寧願瞓地板啊，都要做老闆啊！呢個就係人哋骨裏邊嗰份嘅決心，真係值得大家要學習啊！第二個地方呢，就係福建人啦。講到呢個地方，大家諗到係咪運動鞋啊？如果講到潮汕人賺錢呢，靠嘅係祖傳嘅生意經。咁福建人呢，全靠係精神狀態同埋心態。工作上邊無論遇到幾大嘅事都好，放喺福建人嘅面前呢，人哋嘅口頭禪啊，就話唔緊要，冇關係，走，我哋去飲茶。用佢哋嘅話嚟講呢，只要就膽夠大，頭腦夠靈活，可以吃到苦嘅，夠團結就冇做唔成嘅事啊！第三個呢，就係溫州人啦，溫州人呢愛學習，有乜嘢唔明呢？咁佢就將你所有嘅經商思維啊同模式學一個遍，總結出嚟呢邊個嘅結果最大，然之後呢再邊度去做。所以溫州人呢係最識捉機會嘅，而且仲識利用人哋嘅智慧。以前嘅炒房啊同埋炒煤啊嗰幫人啊，基本上都係溫州嘅。所以你睇普通人想改命，你就要先出嚟嗰個讓你窮咗好多年嘅環境啊，你再踎落去，結果都係一直窮啊。其實大家都明白，打工係打唔出財富嘅，創業永遠都係實現財富嘅唯一出路。你唔接受創業嘅環境呢，就會陷入窮人思維嘅泥潭裏邊嘅，好難咁樣去突破認知。其實錢就係買同埋賣嚟嘅，當你冇產品賣嗰時候呢，你就係最好嗰個產品。當你變得值錢啦，或許你想要嘅慢慢就會嚟啦。嗱，你哋話我老潘講得啱定唔啱啊？嗱，精神。